甲 Netflix 开看韩国戏的时阵，你敢有发现一件代志？册、책、 学生、 학생、 时间、 시간、 坐车、 세차、 感觉、 감각、 运动。 운동。就算毋是语言学大师，嘛会当听出来，有的正常，有的根本就共款。但是台湾甲韩国离差不多1500公里远，中央是茫茫大海呢。韩语和台语有啥物关系？是安怎这么成？绝对毋是抢拄抢，就连发音的规则，拢有真侪接近的所在。台语甲韩语拢有保留入声，这是一种想要紧，互声音变真短的发音。这种发音伫即马讲的华语内底已经消失去，像讲大学、 대학、 后面这个字就是入声，还有合作、 합작。 甚至两个字拢是入声，而且台语和韩语拢无 f 的发音，只要是华语 f 的发音，台语甲韩语拢会发作 b、b， 也是呵。像讲华语的方法、方法， 방법、 还有吩咐、吩咐。 분부。 想要知影这么侪共同点是为倒来的，需要先来了解韩语这个语言。韩语的词类差不多会当分做70%的汉字语、24%的固有语，也各有6%的外来语。占上侪汉字语是为汉字来的词，毋是韩语本身的词类。这些词类会为汉字来，其实是因为伫古早韩国并无文字。伫1443年，世宗大王创造颜文进前，韩国人拢是甲边仔中国借用汉字。像讲韩国目前上早的书册《三国书记》，每一个字拢是汉字。对咯，这个三国毋是有派对卡孔明的迄个三国，是笔者高句丽、新罗的三国。韩语一寡词类和台语会结成，是因为根本就是在念同款的汉字。但是若照安尼讲，韩语应该毋是甲台语相共，是爱甲汉语加成才对。其实有成哦，毋过是依在汉语。古早无录音通好听，咱要确认依早韩语内底汉字安怎念是真学，只有文字会当提供一寡线索。汉字当时传入来韩国无明确的记载，至少伫汉朝统治朝鲜半岛北部以后，就有汉字的遗迹。汉字传入来了后，渐渐普及。到4、5、6世纪，韩国的三国时代就用甲真普遍，汉字的影响嘛愈来愈深。头先是国王的封号，为原本的마립간改做汉字的王，所落来所有地名拢是互人改做2字的汉字名称。过来是官员的职务名变做汉字，也佫有人名嘛变汉字。这款的变化一直延续到今仔日。为总统的名温锡月、 윤석열、 名市的名田九国、 전정국、 到城市的名釜山， 부산。 拢有对应的汉字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东条是关键角色。迄当时，东条是世界强权。660年，东条和新罗结盟，帮助新罗统一朝鲜半岛，结束三国时代。双方的关系真密。在历史上，新罗派出178架遣唐使，这个使者为新罗出发，前往东条的首都中安。这时的中安是繁荣的国际大都市，就像即卖的纽约、杜国、大实、拓荒、日本，世界各地生理人和使者拢会来中安。新罗的大使为中安把迄当阵上先进、上流行的知识砸转去，像讲打下了的禁书，同一年就互砸转去新罗。新罗宰相佮拜托人代买诗人白居易的文章，卖出咱现代的迷种。新罗人嘛会去中安留学，像讲大学者崔致远，12岁就去做小留学生。宪宗法师的弟子元彻嘛是去留学的新罗人。后来新罗成立家己的学校，互留学生倒来教因伫东条学到的儒家的册，当然嘛有汉字。新罗嘛照东条推动政治改革，详细是官员穿的官服、手提佛板，上大到改用东条的谥号。
设立行政机关，全部模仿东调。东调伫学术甲政治有全方面的影响。东调的中安读音伫新罗时代成做汉语汉字的主要读音，到高丽时代，汉字思虑的重要性又搁进一步提升。958年，高丽引进科举制度，嘛互国王掌控选人才的管道，加强伊的中央集权。高丽科举用汉字经册甲诗文考试，若是想要做官的读册人，就拢爱学汉字。所以一代搁一代的考生，定定下下拢咧学习汉字，互汉语增加大量的汉字思虑。当代汉语嘛变汉语史上考语的一部分。就像即马有一寡人 talk 的时阵，拢爱掺一寡 English 共款。科举伫韩国实施超过900档，汉字语变做汉语思虑上重要的来源之一。虽然对中国朝代转换，汉语当中的汉字嘛受到无共口音的影响，不过也是以当代的中安读音为主。不清楚汉语的汉字读音是为倒来的以后，说落来要来讲台语。咱要搁转来遮中安，316年匈奴人拍入去中安，西进北国。过当年司马睿伫现代的南京登基做镇元帝，历史上号做东晋。迄当阵中国的北方大乱，规条河拢是尸体，荒野上拢是白骨，人强要枵死，敢会当食人肉？真侪人开始向南方逃难。根据语言学者张光宇的《万客方言书稿》。遮的北方南边有诶讲中原东部方言，有诶讲中原西部方言。因走去江南以后，嘛去学当地诶吴语。过200多年，遮移民搁落南，其中一部分诶人就来到福建。遮移民家己中原东部和西部诶方言，搁结合新学诶吴语，就变成上早诶闽语。又搁来呀，迄个大家拢真熟悉诶名东调。东调科举爱考试，写诗押韵的标准就是首都中安的读音。为着科举的考试会当出头天，福建的读册人嘛学会晓中安读音。读册人伫学堂内一杯传一杯，东调的中安读音变做闽语的文读。若是头前讲的中原东部和西部方言，也有吴语的结合，就演变做闽语的白读。另外，东调有2批中原的军队移民福建，一批是陈靖甲陈元公2爸仔，陈元公就是咱咧讲的开宗圣王；另外一批是王朝、王心之3兄弟，伫福建建立万国。这2支军队至少拢有甲中原的读音载来福建，但是无法度确定影响有偌大。到明朝末期和清朝，真侪福建人来台湾，因的闽南语就发展做台语。台语甲汉语的接成，上深会当追溯到东调。首都中安就亲像语言的禁用，甲中安的汉语读音一连搁一连传出去，传到朝鲜半岛，嘛传到福建。2个所在拢是相对封闭的环境，福建3面外山，1面外海，交通无方便。朝鲜半岛3面外海，汉字词搁甲汉语体系无共。2个所在的语言拢比现代华语保留搁较侪当代读音的特色，而且台湾甲韩国拢去互日本占领过，语言嘛有受到日本的影响。若毋是韩国独立以后推动国语顺化运动，大量消除日语的思虑，无得靠台语甲韩语会搁较成。其实毋但是台语，根据韩国汉阳大学严义雄老师的研究，客语甲韩语的语音搁较共。为韩语、日语到越南语，为台语、客语到广东话，即寡看起来无牵连的语言，若是互你感觉听起来要共，可能就是古早汉语所留落来的新式暗号。